继续关心调查局嘅调查官余正宏，真正是因为指控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抄论文引起外界关心。今年2月份的时，伊是因为牵涉5000万的诈骗案，涉嫌利用职务去查人的个资，尾以50万交保。那检方即马在追查的时，佮查出案外案，讲余正宏涉嫌联合恶盗向证券的营业员去讨销。余正宏昨昏佮互约谈，尾是加纳20万交保，即马限制出境出海。 这次约谈是哪部分没有讲清楚吗？都查各资人的钱有拿回来吗？前乌色外套的这个就是调查局的调查官余正宏，昨昏第2届和检方约谈，因为检方调查伊牵涉诈骗案的时，有发现讲有2个嘉义市的警察局警员涉嫌把个人资料提供给乌盗，再搁向同一个证券的营业员动私刑暴力讨销，尾赚到上百万。昨昏约谈包括余正宏在内，计共6个人到案。检方是表示，对讲这幕后到底是向主事的，因拢讲话讲甲无共款。 经过透明审问，余正宏是搁加纳20万交保，即马互限制出境出海。